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們的電影，希望你們喜歡，謝謝。大家好，我係劉冠廷，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。謝謝大家今天晚上來看電影，希望你們喜歡這個電影，然後也幫我們推薦給更多的人，因為我很喜歡這部電影。他剛剛片尾曲是988唱的，叫《輕輕放下》，是他為高庭生這個角色量身定做的，希望能夠療癒大家，謝謝大家。講得非常好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余香凝，好開心可以喺香港見到香港嘅親友們係啊！我自己好喜歡呢部電影，我睇嘅時候覺得係又有開心又有感動，同埋好療癒、好治癒嘅一部電影。咁當然係頭先應該都呃咗唔少人嘅淚水啦。咁係佢係喊，但我覺得嗰啲眼淚唔係傷心嘅眼淚，嗰啲係可能睇翻過去自己發生過、經歷過嘅事，可能有啲傷疤或者有啲糾結嘅事，然後到最後其實我哋最緊要係 live in the moment， 好好行落去。好好輕輕放下我哋以前所有嘅嘢，咁所以我覺得呢部戲係真係好適合一家人去睇嘅。可能佢唔係其他賀歲片嘻嘻哈哈完就算，但係我覺得呢部戲係啊，真係回甘嘅會。所以如果大家新年咧係啦，去完夜總會又買過金多寶嘅話咧，就可以嚟我哋呢場婚禮嚟飲下喜宴啦。多謝，講得非常之好啊！我成日咧有一種即係。我好中意講真説話，因為咧我哋頭先跑咗好多場嘅謝票咧，咁咧我哋有好多都係自己因為今日係首映啊，所以咧有好多都係業內人士，我哋自己請啊所有嘢，咁佢哋讚呢部戲好咧，就應該因為佢哋唔使俾錢走入邊睇，但係你哋唔同，你哋係。街客真係，我好感動係因為喺呢個場面裏邊，你令到呢個院滿座，亦都係真金白銀。我哋冇人送飛俾你哋㗎嘛，你哋自己買飛㗎嘛。俾足錢㗎嘛，咁啊真係。係啦，俾咗人情啦。我哋喺台灣裏邊有一個做人情嗰個禮金咧，就係一張戲飛嘅價錢。你哋今日賺到啦，呢餐真係值得嚟啦，咁真係。希望嗱，因為你哋講嗰啲説話，我先信嘅。部戲好唔好睇先？好，真係好睇，係嘛？真係好睇啊！咁咪得啦，咁我哋即係安心啲啊！導演，你聽到我剛才講的？我在說，我們之前那些都是假的，這些是真的，因為他們掏錢來支持我們的，這些才是老闆，這些才是老闆啊！所以咧就很近，唔係你做乜突然間轉？我就而家翻咗嚟我主場。我好開心啦，因為能夠拍到呢一部戲，因為喺呢一部戲裏邊，佢雖然唔可以俾我好盡情咁樣令到大家特別開心啊，仲好似有冇人因為我同女講嗰啲嘢喊嘅？有㗎，唔係真係 sorry 啊！我當初冇諗過嘅。我淨係諗住搞笑嘅啫，但係就原來發現即係搞笑係都唔可以淨係搞笑嘅，我哋人生都係要面對現實嘅，係痛啊，係開心啊，係喊啊，咁你就盡情釋放啦。所以頭先香凝講咗啦，去完夜總會使咗啲錢啊，好開心之後，跟住買埋金多寶又唔中啦嚇，因為唔中啊嘛，我都唔中啊，我都買咗都唔中，真係俾人哋中晒啦咁。所以依家就翻嚟，你哋嗰年應該收咗唔少紅包嘅，有錢睇戲嘅，所以可以大家多多支持嚇。多謝大家支持呢部戲，因為有咁優秀嘅團隊導演，而我最賺到我雖然年紀比佢哋大好多，經驗啊嗰啲嘢，但係我冇佢哋咁優秀，因為佢哋咁年輕就已經有影后有影帝。我撈咗幾廿年，提名都未試過，所以我依家就即係希望，係嘛？係啊。所以因為我開頭知道呢部戲叫雙喜，我諗下都好啊嚇，一係又叫沖喜，我諗住沖下自己喜嘅，點知依家就真係雙喜啦，即係喺過年裏邊同大家分享我對呢一部戲嘅喜悅，所以多謝大家。多謝你。如果其他呃咗你哋幾多嘅眼淚啊，或者令到你哋笑得有幾咁開心咧？
佢開咗 Threads 啊 ，Threads 係嗰個平台可以俾你直接同佢講，係啊。大家好，我係雙喜嘅剛仔苗華群，你好，新年快樂。那我想謝謝我們這邊很棒的團隊，謝謝 Jennifer 田哥，就是在香港，然後可以跟觀眾們一起分享，我覺得非常開心，因為我跟導演以前小時候都很常來香港，所以跟這邊都有一個緣分，所以站在這邊我真的覺得很榮幸。那如果你們喜歡這部電影的話，請多多幫我們宣傳，謝謝。大家好，我都係雙喜嘅剛仔張林涵。田生講得太好了，那我廣東話我也講不了什麼，肯定講不過田生，那我就用普通話說，就是我謝謝我們的團隊有願意付出他們的時間，讓我們可以打造一個2個小時的我們的雙喜的家庭。那更重要的也要感謝你們願意花時間來在2個小時內變成了我們雙喜家庭的一部分。希望他們雖然戲不是真實的，但是有很多感情是真實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們所有的演員們付出的每一個心血，所以謝謝你們。有個問題咧，我好想借呢個機會問一下嘅，即係 Jennifer 咧，你大家都知道你已經係結咗婚啦，但係即係結婚通常人哋係辛苦1日㗎嘛，但係聽講你好似辛苦咗30日喎。係啊，真係都靚都幾攰嘅原來。唉，之前化咗之後唔使化妝，我舒舒服服。今次係整個團隊精心打造咗鏡頭咧，大家睇到應該未見過咁精緻嘅我，咁所以每一日其實都要着住個婚紗啊，每一日都要化好晒個妝啊，咁樣去呈現新娘子嘅狀態。但係我覺得都好開心啊，即係見到咁靚乜都值得啊，同埋係嗰個新娘子個背係見到話新郎哥都唔投入嗰下先，真係心都累了，碎了。係咯，點算啊？心都累了啊！但係你對於我們用廣東話來說話，這樣子你會理解的嗎？今天是大年初8，我有一種大年初2的感覺，大年初2回娘家的感覺。哎呦，很開心，很開心。但我反而有另外一個問題想問一下的，因為就是圓山大飯店，不知道，我要先用廣東話，因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圓山大飯店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好犀利場，而嗰條滑梯咧平時係唔可以滑嘅，係啦，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啦，但我看在電影裡面，你好像從那個滑梯滑下去，這個我們很羨慕真的嗎？對啊。我也很羨慕有滑過的人，因為我沒有滑過。對，剛才的電影是後來，因為圓山飯店不給我們滑，因為那個太危險了。哦。然後我們就只能要拍攝那個溜滑梯的場景，就是到片場，然後他們給我2個沙包坐在地上，然後攝影機對着我，就好，請開始你的溜滑梯表演。那所以你是要？哦。對。哦，那你的演技。左彎啊，右彎。對啊。你的演技也太厲害了吧？對啊。謝謝大家，謝謝。你哋有冇人估到原來係假㗎？沒有誒，對啊，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覺得哇，這個好厲害，可以，是不是第一次有人可以滑這個滑梯？怎知道原來是你演技那麼的棒哦！嗱，咁當然啦，咁多位朋友特登嚟到香港啦，亦都有翻娘家宣傳嘅朋友仔啦，咁都想問下觀眾朋友會唔會有問題，係想直接借呢個機會問一下幾位嘅咧？誒，有喎，幾場都冇㗎。係啊，呢。